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曾启旺是毋是拼选举拼了伤忝咯？而这个造势大会，甲张善政当选，化作张丽仙当选，红看到会爱笑。你最后你来喊。花到一半，叫人起来喊，被叫的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曾启旺卖过牙的大声喊：韩国瑜当选，韩国瑜当选。真好真好，大家喊啊真有气势，不过刷落来。张丽善当选，张丽善当选。甲张善政化作张丽仙，也阁连喊2届，互张善政拢讲去。张丽善当选。大家赶紧出来救证，曾启旺这时才知影唔对呀。这张丽仙到底是谁呢？就是现任的婚林馆长，只是张善政甲张丽仙是无同款的。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11月2日到高雄参加这场新住民天寒后晚会成立大会，会后大家伫台顶大喊口号，想袂到党部主委曾启旺一时阵口误喊唔对去啊，伊赶紧去甲张善政揽一个，大家拢笑嗨嗨。